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8月初6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，16节到22节，和45节。创世纪35章22节至到29节。使徒行传17章第10节到1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瓦克主。关于这个雅各的记载，大部分的人拢放伫焦点伫迄个雅各是一个骗仔，伊的妈妈嘛是安尼甲斗相共来欺骗，甚至咱知伊的阿舅嘛是用欺骗、欺压来得到富有。搁较有人认为讲上帝无应该来束缚，还是接受即种的人，去束缚伊，去诚做选民安尼吼。当然，对伫即种无好的个性，咱嘛认为无应该学习啦吼。但是呢，雅各的一生的中间，应该有值得咱学习的所在。咱知影雅各的名，迄个意思叫做掠条。伊的一生到底掠条什么物件？这是咱要思考的啦吼。雅各一生伊掠条上帝的束缚甲护条，这个伊的一生的中间嘛学习来倚靠上帝。就算是伫拉班的厝里受到欺压，伊嘛全然倚靠上帝。咱讲有人咧假冒上帝的计划，即种下面，伊的财富渐渐来增加，日愈升群。创世纪35章22节到29节记载着雅各的12个囝。雅各听到这个代志，雅各拢总有12个囝。利亚有雅各的大囝路边，以及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。利结的囝有约瑟甲便雅悯。利结的女婢比拉的囝有但甲拿弗他利。利亚的女婢希帕的囝有加德甲亚瑟。这个拢是雅各伫米索不达米亚生的囝。雅各来到基列阿巴的蛮地，伊老爸以撒加兄基列阿巴就是希伯伦。亚伯拉罕甲以撒捌伫迄个所在行脚。以撒一生活到180岁。以撒年老的时，食长岁寿，平平安安转去伊的祖先遐。伊两个囝以撒甲雅各甲伊埋葬。保罗对伫受到圣神的光照，互耶稣基督呼召了后，伊就真忠心，成做一位外邦宣教的使徒。伊走遍土耳其、马其顿以及希腊等这个所在来努力传福音、建立教会。虽然真侪时阵伊互伫外面的犹太人来逼迫，甚至追杀，但是保罗却用犹原真坚定来倚靠主的保守，继续伫服侍顶悬来忠心。伫面对压迫这个情形的下面，上帝伊嘛兴起济听主的人来帮赞，来保护保罗甲这个使徒。使徒行传17章的经文15节到第10节到15节，记载着保罗伊伫这个帖撒罗尼迦比利亚甲拄着犹太人的这个阻挡，伫迄所在来扰乱，上帝得到上帝的保守。信徒嘛帮赞因来逃离开这个这个人的手，然后逃到伫雅典去。经文安尼记载，
迄暝，信徒透暝送保罗甲西拉去到比利亚，因一个教会就入去犹太人的会堂。这犹太人比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较开朗，非常热心来领受道理。逐日查考圣经，看保罗所讲的有确实啊无。因中间有真侪尊贵的希腊妇人甲查甫人信。毋过，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一个知影保罗嘛伫比利亚伫遐咧传上帝的道，就去迄个所在咧煽动群众，引起扰乱。信徒随时就送保罗去到伫海边，西拉甲提摩太留伫遐。因一路来护送保罗到伫雅典。保罗吩咐因叫西拉甲提摩太尽量赶紧去甲伊会合，然后因就离开。上帝的保守是无时无刻，特别是咱拄着困难、阻挡、困苦的时阵，咱更加需要倚靠上帝，得到上帝所赏赐的稳定、保守甲祝福。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、16节到22节、45节。恁着感谢上主，求伊的名，伫万民的中间保养伊的作为，着对伊来吟诗，伊唱歌学乐，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，着夸耀伊的圣名。愿追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，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，不时来追求见伊的面。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，伊所敬雅各的子孙啊，恁着笑念伊奇妙的作为，笑念伊的神迹，甲伊所讲判断的话。伊互金远降落伫迄个所在，互所倚靠的美牛拢断绝。伊找一个人升起，就是受卖做奴隶的约瑟。人用骹扣伊的骹，用铁链链伊的颔领。上主的话甲伊考验，直到伊的预言来实现。王找人去甲伊偷开，统治万民的法老甲伊偷放。王设立伊做宰相，掌管法老农庄的财物，通随伊伊的人神用智慧管教伊的长老，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恳求上帝帮助阮伫困境的中间，坚定的相信，全然的倚靠。亲像诗篇教导咱，着爱向上帝求帮助，爱经常来敬拜主，就要得到主的看顾甲保守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